中国活动当今的做法，其中一项发起刷鱼剑，其实就是保育类纪要的推广。因为伊是保育类的，所以讲甲掠其实是违法的。海巡署就甲海保署合作，3月到5月掠到非法卖刷鱼剑37支，嫌犯15个人。 斗阵排开拢总有37支刷鱼剑，上大支有122公分长，上细支的42公分长。刷鱼剑喙齿有86起，这物件拢是对保育类的固有新上来的。海巡署对3月到5月伫网络顶观查到的违法买卖，拢总掠到15名嫌犯。海保署讲，无买卖都无伤害，这款鱼成长速度慢，因为迄名掠过头，伫台湾近海已经20年，唔捌看到固有啊。因为它是软太深，然后它的繁殖数量相对又比较少，所以当我们如果大量的捕捞，或者是有一些的因为商业行为，然后去捕捞它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会比较面临比较大的全球上面的威胁。犯嫌利用网络平台匿名特性，以法器或仿真等隐晦名目，公开兜售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巨咬产制品鲨鱼剑。海巡署表示，无论是买卖固有，也是伊的在制产品，拢是违法的。海巡署4年前头一摆针对刷鱼剑的买卖，捌查到170支，这摆数量虽然无遐尼多，不过这也代表查册是有效果的。尤其顶一站佫出现表示有贼头偷摕刷鱼剑。海巡署讲，除了要掠买卖管道以外，后续也会追查来源。喺公庙有去用偷摕这个状况。为什么会去用偷摕去啊？ 就是因为伊即马愈来愈结达啦嘛，因为即马物件嘛愈来愈少阮掠足严，所以因知影即个物件值钱，所以贼仔就会去偷摕即个物件。海巡署表示，因为固有伫台湾罕你看到，目前大部分的刷鱼剑拢是外国军官违法炸入来的。也有学者建议，后续这个刷鱼剑若是当提供研究使用，希望会当建立资料库，甲国外交流，为保育工作尽一份心力。记者柯家如邱朝阳、郭永昌报道。